大家好，今晚由我周真源陪你睇天氣。我相信大家咧都好關心重陽節假期嘅天氣係點啦。不如我帶大家一齊睇下。首先要提大家啦，1號戒備信號咧而家仍然係生效嘅。透過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可以見到，喺南海北部咧呢度有個螺旋狀嘅厚實雲團，其實佢就係熱帶風暴艾利。喺晏晝嘅5點咧，艾利咧就係集結咗喺香港東南嘅大概係270公里。咁咧，我哋預計咧佢係會移動緩慢啦，喺南海北部徘徊，並且係逐漸增強嘅。雖然咧艾利咧有跡象咧係稍為向北係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啊，只不過咧佢嗰個路徑咧係較為飄忽一啲，而且咧亦都係由於咧佢係移動緩慢啦，同香港係會保持一定嘅距離。咁喺今晚咧同埋聽朝咧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咧係較低嘅。喺透過雷達圖像，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同艾利相關嘅一啲嘅雨帶咧，而家已經係喺香港東邊嘅不遠處㗎啦。跟住同大家睇今晚同埋聽日詳細嘅預測。預測咧就會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嘅狂風驟雨。聽日嘅氣温咧就係介乎25至到係29度之間。風方面咧就係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。聽日稍後咧喺高地咧係會間中吹強風嘅。再睇下咧電腦對於未來幾日嘅預測啦。可以見到咧，受到東北季候風咧同埋艾利嘅共同影響之下咧，喺未來幾日咧，香港咧係間中都會有啲嘅驟雨，而喺離岸咧同埋係香港以南海域咧個風浪係會比較大一啲。最後睇下8日嘅預測。我哋展望咧喺隨後1、2日風勢較大，間中有驟雨。我知道咧有朋友咧會趁住重陽嘅假期咧係會去掃墓啦，或者係喺珠三角附近咧有一啲嘅短途旅行。如果你有咁嘅計劃嘅話咧，記得要留意天氣會唔會影響到你嘅安排啦。今晚同你睇到呢度，拜拜。